然后呼吸道较敏感镜头的乡亲，这几天啊真正要注意，你看这天顶咧蒙蒙渺渺，拢是因为国外来污染的影响。全台湾这2天这空气品质拢无好，像佫伫台中，无论是市区还是郊区，天顶拢是蒙蒙渺渺。伫台北区，这个台北区的空气品质更加影响到这人的健康，或者市政府赶紧要求中火甲中央更替这大型固定污染源来降载。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更加讲，这波为中国来污染源，唔但会将这个西半部砍掉咧，甚至连台湾的东部嘛会受到影响。住较悬的所在来看，台中市区是铺设的，敢若会使了看到大楼的形影，空气真正真歹。记者现在位置呢是在台中望高寮，这里呢原本是一个赏夜景非常好地点，但是现在呢，如果放眼望过去呢，整个台中市呢什么都看不到，笼罩在一片雾霾当中。其实，若是对郊区较悬的所在，就会使看到大雾。连平地市区只要留小看一下，拢会使发现空气的品质真歹。有感觉比较雾蒙蒙。今天早上起床以为是就是阴天，家里都有空气清净机，对，都有开着。对，因为他本身就有鼻子过敏啊，就是这几天好像都还是会啊。根据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网站，台中代理的 AQI 空气指数已经达到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的红色等级。环保署讲会随启动应变措施，立即通知中火及中龙等大型的固定来源，执行降载减排措施。若是台中、彰化、八卦山空气品质嘛真歹，南部包括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空气指数搁较歹，根本全部拢是红色的等级，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。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认为，这波空污的来源是对中国刷入来的境外污染，而且若西半部连东部嘛受影响。这个也是我们判断是不是境外日空气污染的一个特征啊，就是连东部也会受到影响。根据环保署预测，这波空污会一直维持到礼拜六3月初5，提醒呼吸道较敏感的族群要减少去室外时间，而且避免激烈的活动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